大家好，多謝收睇米其倫馬星期日個賽事啊，3月30號啊，即係今個月尾啊，就跑沙田 A 跑道日賽啊，咁啊嗱，上個禮拜就頭關好彩啊，捉到隻爛腳啊，20倍啊，加州星馳就膽啦，就結果中咗連贏三龍彩，咁啊尾關就膽中唔到啊，咁啊結果就中唔到啦，咁啊叫做中咗一場。叫做都有啲交代㗎嚇，咁啊今次咧就揀咗兩場，就第4場同埋第8場啦，俾大家參考下啦嚇。第4場我揀咗11號做膽拖6、8、12、14啊，4班嘅1200米咁啊短途嚟㗎嚇，咁啊簡直特別美麗啊！咁啊其實呢場馬咧咁根本上即係好參差啊！好似係呢幾隻馬跑咧，即係我覺得。咁啊揀呢隻膽啊特別美麗，咁其實呢隻特別美麗咧都曾經係73分，咁其實喺呢一組咧有啲分嚟啊計隻馬嗱，其實呢隻馬5歲就唔係好老㗎咋嚇，咁啊其實佢同程呢個1200咧，其實兩季兩段輸咗4場啊，咁其實咧都喺即係上季都仲喺3班跑咧，都追好近啊嗱，今季嘅賽事你睇到佢咧就一路喺4班咧跑4場嘅沙田1200有2場1400，即係1400咧好似唔係好到，咁啊1200咧次次又有意外啊，又追唔切啊，咁但係咧平均呢隻馬可以1分09秒1，末段可以交22秒6㗎，咁啊頭先講呢場馬咧比較弱組之下，我覺得今場咧係有機會喺前邊即係贏翻嚟㗎，咁啊如果你睇翻即係今季嘅賽事，其實一出就喺4班即係12、21、14咧都已經跑第5 1分09秒4，末段22秒8㗎啦，咁其實就即係呢個咁當然啦，咁佢呢啲馬4班咧，人哋跑得1分09秒之前嘅佢都贏，咁啊結果就去到嗱睇翻上嗰2場嘅1200米啦，1月19、3、5、7嘅場次轉咗何永年嗱，基本上咧呢4場嘅1200咧都係何永年㗎，咁啊今場都係佢啊，咁所以呢即係對隻馬都熟㗎，咁啊講翻1月19號嗰場咧，咁啊一出閘首要第11位咧，咁啊衝上跑第4，輸4分3馬位啊，同場嗰隻天外迎天即係12月2號咧都同場㗎嘛，天外迎天跑第2，佢咧就跑第4，但係咧其實4分3馬位其實拍住一齊湧㗎，咁所以如果你要得12一定要11，要得11一定要10，即係呢11、12啊點都要拖埋佢㗎，咁啊爭啲咁啊睇翻佢出閘笨絕咗，咁啊去到上場2月10號再出多場啦，咁啊末段就望開唔到1分09秒2啦，即係基本上咧隻馬喺度狀態啊越跑越到啦嚇，嗱5歲㗎咋，其實唔係老，咁睇翻操練咧，何永年咧嚟集試咗課啦，咁其實睇翻助手操練，隻馬好穩定啊，隻馬咧根本上個狀態到晒，今次抽二檔126唔重啊，如果計翻評分呢隻馬曾經73，即係今季初出都59，而家減到咧50分都減到成9磅咧，其實好即係有啲分嚟喺手咧，我話捉佢啊，有何永年有熟嘅，捉住佢做膽。咁啊，另外一隻就腳咧就兄弟再贏啦，嗱呢隻馬就今季跑一場啊，即係3月2號嗰場嘅4、6、9嘅場次跑沙田1200啦，周俊樂嘅，咁啊首月第11位衝上跑第5啊，咁當時啊隻輸俾極速贏天下寵兒咧，咁啊1分09秒2，末段21秒7㗎啦，呢隻馬咧。隻馬咧原來幾有鬥心㗎，咁所以呢隻馬一定係咪渣㗎嘛，咁所以呢啲隻馬上場嗰個走勢咧，今次由上場周俊樂而家轉咗阿潘明輝啦，嗱潘明輝咧知道而家咧即係啲坐騎開始俾啲外國人即係外國騎師都搶啦，有機會嘅馬咧。潘明輝咧都係要搏，咁所以呢隻馬咧上場嗰個走勢咧係好吸引之下咧，呢隻6號唔使講啊啦，點都要拖㗎啦，咁睇下會唔會咁穩定啦？始終4歲啱啱上場都係第一場啫，佢第2場係點咧唔敢講，可以贏晒，可以就冇，咁但係如果佢穩定咧，呢隻馬都喺前面翻嚟捉埋佢。咁啊，另外一隻就小鳥天堂啊，咁啊丁冠豪嘅呢隻馬，咁啊初出嘅啫呢隻馬，咁啊。就好唔好彩抽13檔啦，擲個脷咁樣，咁啊但係咧啱啱即係今次跑之前嗰2課閘咧，兩隻馬咧好輕鬆咧喺前面贏翻嚟啊！即係喺2月25同埋3月18咧呢場馬都贏得非常之短。嗱今場如果佢嗰個試就咧全部擺前咧，今次13檔咁會都係隊喺前咧，咁睇翻成組馬咧放頭馬睇嚟講咧
好似唔係好多啊，好多都係首月中啊後啊，咁啊當然啦，有啲新馬會唔會點咧唔敢講，咁但係咧呢隻馬應該如果13檔冇馬搞好快會賣到爛，咁嗰兩個閘咧都其實都幾吸引啊，所以就拖埋佢啦。咁啊 A+3都比較利後上之下，呢隻馬如果13檔會唔會嘥力咧？咁3歲嘅啫，咁啊真係貪佢嗰兩貨就，所以捉埋佢啦，三唔到正賽。今日另外就12號呢隻天外迎天啦。大家頭先講啦，我話要得天外迎天就要特別美麗，要特別美麗就一定要呢隻，即係話上357嘅場次咧，嗰場咧就佢就跑到第2啦，咁呢個天外迎天就跑到第3，但係咧其實就差唔多啊，又係咧即係好多時望空唔到啦，收慢啊，咁啊嗱跑完呢場第2咧，即係357 1月19號嗰場之後咧。咁2月23號再出翻同程嘅千二得450嘅場次啦，希威森再騎翻咧，咁抽個2檔120到4磅又唔重又剩咧，其實呢隻馬都好似個牌面好好有機會入3個甚至贏，咁結果咧就呢隻馬就留到最後啦，末段去到200米咧就收慢之後就衝唔到啦，咁靠跑到第7翻嚟。咁1分10秒1，末段22秒7，咁好明顯就係收慢咗。咁如果睇翻357嘅場次同呢個特別美麗出嗰場嗰度走勢咧，其實呢馬即係喺呢一組其實都係一定係近咁，所以咧11、12點樣揀啊？你呢場馬轉咗阿田大安啦，希威森停賽啦，所以就拖埋佢。咁另外就腳另外一隻最後一隻即係第4隻腳就4起了啦，14號。咁啊抽到14檔啦，咁始終咧都好考佢個流放啦。嗱，今場轉咗個巴道啦，咁之前梁家俊啊、艾少禮同埋上場嘅湯寶森，嗱呢隻馬咧其實咧就千二又非常之準㗎，咁1冠1亞1季2個殿軍啊，輸咗5場，今季跑3場嘅4班3人千二米咧，其實咧就平均呢隻馬可以跑1分09秒34啊，末段試過22秒6㗎，咁今場咧就116磅幾好啊！如果睇翻3月9、4、8、7嘅場次咧，湯姆森騎116磅，守住第11位末段衝上跑到細得幾好啊！即係1分10秒2，末段21秒9㗎，咁其實咧呢隻馬咧其實喺4班咧，即係而家咧減到而家40分咧，咁呢場再唔贏就落5班就真係贏得㗎啦，咁但係咧啲組馬咁渣呢啲收唔到成咗，嗱轉咗個巴道，咁14檔咁係咪真係放棄再落班跑落班贏咧？咁今場其實呢組馬咁渣咧，點都要捉埋佢收唔到成彩㗎啦呢隻4起了，所以第4場11號做膽拖600、12、14啊，咁跟住去到呢個第8場。第8場我就3號做膽拖5、6、70啊，4班嘅1400米揾隻南區之星。南區之星做膽啦，咁呢隻馬其實呢場馬都好幾隻新馬，咁呢隻南區之星都算係啦。今季跑2場1400啊，4班1400咧，即係喺1月26號381個場次。初次出賽咁梁家俊騎首月第10，即係留到最後咧，末段衝上嚟啦，跑到第5咧，好奪目㗎，1分22秒7，末段22秒5啊，當時漫步速㗎，去到400仲要受困啊，隻馬都自動湧上嚟，呢啲馬一定有質素。結果上場2月23號449個場次再出揾阿希威森啦，守住第8位，末段又湧上嚟跑第2啦，咁輸咗條頸啦。1分22秒2，末段22秒9啊，喺中段就搶口啊呢隻馬，跟住又外閃啦。其實呢隻馬咧係有啲意外啊嗱，咁希威森羅富全都益喺希威森啦，都贏唔到，結果佢今次揾艾少禮咧，應該就艾少禮一定係好過希威森㗎啦。咁所以呢隻馬我就直情係揾佢做膽啦，唔諗啦上場都贏唔到，今場應該保重啦，要翻。另外一隻就勁沙塵啦，14檔，其實又係呢啲咁嘅4歲新馬，今個跑就4場啦，有3場嘅沙田1400米咧，分別都係留住一段衝㗎，1月1同埋1月31號咧都衝嗰一段咧，狀態未到，但隻馬肯衝，去到上場咧2月23號47個場次咧，呢隻馬咧就霍雲星啊，首月第13位，末段咧湧上話1分22秒正，末段23秒正啊，隻馬好。直情係進步咗好多，今場嘅14檔嘅點跑，呢隻馬係留後嘅，照道理就應該就影響唔大，因為一出閘就留啊，
睇下咧，希望留得埋欄啲啦，唔好頂咗3、4碟咧就爭啲。咁但係咧呢隻馬咧後上咧，所以南區之星，如果呢隻競爭人留得好咧，都係一齊鬥衝都唔定啊！所以五號我要埋佢。咁另外一隻就天德神影啦，咁啊今季呢隻馬初出嘅啫，咁啊其實就又係睇嗰兩課試閘呢隻馬幾犀利㗎，咁啊尤其是喺2月14號嗰場嘅從化1000米咧，守到第9位，後邊衝上排5咧，咁啊一撲近咗咧就即刻就撳住啊，咁啊跟住3月7號再整個閘啦，從化1200米閘，咁啊守到第5個排1嘅後上咧，一出騎咧隻馬慢慢一路上㗎，咁當然試閘係點咧？但係呢隻馬都肯追，咁啊睇嚟呢個即係谷過呢兩場閘咧，隻馬係進步咗好多，咁究竟會？喺呢度會點樣跑咧？即係同埋會唔會真係可以直情一嘢就掃埋又唔定啊！咁所以呢兩個閘咧，今次揾阿麥當能啦，咁啊戴翻眼罩，因為想跟翻前啲啊，咁睇下點啦。嗰兩個閘我都覺得幾中意呢隻馬，所以要埋佢。咁另外一隻就農民標影啊，農民邊影咁啊，轉周俊樂啊，咁啊今季跑兩場1200、3000同1400啦，咁啊分別就。2月16號4、2啊，1200嘅米咧就守到第10位排7嗰陣時嗰場馬咧1分09秒3末段22秒7咧，其實隻馬跑得唔錯啊，時間都幾好。跟住3月9咧就真情200跑1400啦，咁啊一出閘就留到12位末段又係衝上排7，又係追唔到，追唔切。咁啊，去到200就立避咗㗎，咁啊去到即係立避咗之後咧，就完全都未即係跑唔到隻馬。咁啊，今次就轉咗歐洲內上場嗌到拿啦。咁其實呢隻馬咧，即係上場嗰個走勢咧，都係未睇到見到真章啊。今次轉真落，睇下佢點啦。轉咗人騎可能有唔同嘅跑法啦，同埋上場叫做俾多次機會佢呢隻農民標影，我就捉埋佢。咁啊，另外一隻咧就嗱呢隻馬就風神啦，上場真係99倍咁樣贏咗啦，即係講到話點樣又話都唔知點解啊，出乎意料咁樣贏咗啦，咁啊但係有啲人都捉到啊呢隻馬，咁啊即係早嗰幾場嘅1400咧都係留一留啊，又鬼鬼祟祟留啊內欄。咁啊上場咧終於現真身啦，咁啊扯咗大個檔嚇，即係阿楊明倫啊，即係3月94、90嘅場次之後，首月就13位衝上跑係1分21秒9末段22秒5，好似超晒班咁跑啊！咁啊睇翻咧，咁即係又話佢中段嘅步速咧靠慢時間，即係啱嗰個步速，咁啊隻馬就湧上嚟咁啊嗱，如果佢今場就輸咗咧，咁咪有得賴，贏咗一隻馬超，咁啊究竟呢隻馬幾多咧？唔敢講咁啊，但係咧就點都要拖埋佢啦。如果睇翻咧，即係馬嗰個嗰個科碼，即係嗰個一路嗰個數據嚟講咧，我係要翻隻3號南區之星啊，似啲啦，拖5、6、7、10啊，俾大家。參考下呢兩場，睇下大家啱唔啱心水啦，啱心水就俾個 like 啊，如果唔啱心水就就可以唔使理佢啊，咁啊祝大家人多啲，拜拜。